各位資深龍粉大家好，我哋又見面啦，仲有唔夠1個星期 ，GD 就會喺澳門嗰度開演唱會，而我都十分之感恩，成功透過會員預購咧買到2張飛。我知道咧，其實1張飛咧係非常之難買，不論係用匯豐信用卡、用會員嘅預購 trip.com， 定還是係去 City Line 嗰度排隊咧，根本係冇可能，係冇可能搶到嘅。一嘅秘訣就係你祈禱啦，你只係得祈禱嘅咋。今日想同大家做咩呢？就唔係演唱會，而係睇演唱會之前，當然係要開箱 GD 嘅手燈，噔噔噔，而一樣係有一啲嘅紋理，亦都係佢嘅設計之一。佢嘅還原度真係非常之高，不停去揈嘅時候，就會觸發佢由3成燈變咗做10成咁光，形成一個當你不停揈就要不停斬燈嘅效果。佢嘅嘢實在係太靚啦！嚟緊我都好快出發去澳門啦！如果你喺澳門見到我呢一個粉紅色頭嘅，歡迎過嚟打個招呼傾下偈，繼續支持我支持 GD 嘅話，記得繼續 follow 住我啦！我哋好快再見。